后来，这个疫情平稳，旅游市场三部曲嘛正式来展开。今仔日进入第一阶段的防疫旅游，以这个旅游业者为主的千人采线团正式来出发，顺时钟环岛，定出着防疫旅游的标准。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同台，甲旅游业来加油。林佳龙阁当场来宣布，第二阶段的安心旅游提前伫个7月份就路，要鼓励民众爱行出门。请启动。这期互旅游业者等真久啊，疫情的冲击，观光产业受到严重的影响，4个月停顿。面对第一阶段防疫旅游大线团开始启动，总共50台游览车，载1000个，伫全台7个地点同时出发。准备好了，站！坐游览车来讲，我们戴好口罩，其实是可以做到40个人了，不要再做20个人。防疫准则应该安怎落实伫旅游当中？对各地大线团的人数画面来看，敢若挂嘴也有进步空间。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当场送予旅游业一个大礼。我在这里也宣布，好配合这一个我们防疫的一个节奏，我们在7月1号，好就来启动第2阶段的安心旅游。原定8月上路，第2阶段安心旅游提前到7月上路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提醒，防疫也是爱行伫前头。全世界的观光客都想来台湾，可是问题是，他们来之后呢，他们的风险比我们高这么多，那我们到底拿什么来对抗这第2波的疫情？那我们要的就是防疫新生活。欢迎国内旅游，但是开放国门，卫福部甲交通部持保留态度。交通部嘛规划补助国内自由行、团体旅游大美优惠，让民众放心行出户外。防疫彩线重新启动。